常常听人讲，Z 世代就是讲1997年到2012年之间出世的人。根据调查，这个世代有62%的人，逐个月会定期投资7113块。另外，找头路的时阵，上惊撞到责任制、加班无算薪水、薪水唔记等等。若照这平均薪水来看，这个世代少年人一个月领3万6左右，无达到因期待标准。身为Z世代成员，今年27岁才现身，目前担任建筑设计师。入职图5年后，目前月薪加奖金每个月将近6万块。按过放假的时间，伊嘛无伫休，积极伫厝的接案，为家己的薪水加薪。现在是高房价、高物价的社会，那我也希望有一些投资的。在投资上面，4万是比较稍微足够一点，可以过生活的。储蓄的部分我都会抓5000内。1997年至2012年出世的Z世代，因为重视及时享乐，较会互人打工真请赢散的这个想法。不过，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煞改变大家的看法。统计有6成2的Z世代拢有理财投资，主要根据包含 ETF、股票、定存甲基金，每个月定期投资7113块，占整体收入的2成。另外有3成8的人是因为无寄出来钱，而且无投资。调查统计是指出，Z世代实际平均月薪是36040块，期待正值月薪是40742块，这两个是差4702块。上互Z世代囝的工作就是责任制，加班无薪水，薪水拢无起，也是先群家长拜铁新人这现象拢上本。现在 Z 世代呢，他们对于生活品质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薪资可以往上提高，然后同时再加上现在的通膨情况居高不下，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薪资期望值也会更高。专家指出，即摆Z世代真有想法，勇敢表达甲沟通，不过因为工作较无经验，对于这场的人际关系较会去踏着红线，所以大部分是希望主管会当协助解决工作问题，也是稳准犯错，这原来引起无共职场的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